歡迎收睇樓市師見，我哋先睇睇最新一期嘅 CCL， 報159.94點，按周升0.57%。喺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之前呢，先想問一問施生啊，2026年上半年咧，整體個樓市咧都係明顯回暖啦，價量齊升。你覺得目前個市場氣氛同埋後市嗰個走向會係點樣呢？嗱，依家咧就樓價係升得比較急嘅，淨係上半年咧都升咗有1成過外嘅。咁升得咁急咧，對於用家嚟講，佢用家唔係無限量資金噶嘛，佢受到佢嘅收入啊、工資啊嗰啲影響噶嘛。咁你樓價升高咗，買得起嘅人梗係少咗啦。即使佢買得起，佢都覺得話咁短時間升咁多，有啲抗拒嘅心態咧，呢個好自然嘅。所以我覺得可能下半年咧就開始會遇到啲阻力。之前咧就量又大，價又升，咁先會出現嘅咧就係量會減少啦，咁但係因為之前升得多，業主都仲係好心紅嘅，咁佢哋會唔會就咁快就減價咧？我相信就佢都要賣唔出一輪先減價嘅，咁我自己估計咧就先出現嘅就交投減少，價位就喺高位增持，咁但係增持嘅結果係掉頭回落咧，一係打好基礎又繼續上升咧，我就傾向後者多啲嘅，即係因為樓市嘅周期一轉變咧，佢係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可能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先係交投少咗，但價錢就仲係慢慢繼續上升嘅，然後咧就到第四季咧就要睇下聯儲局對利息嘅取態。之前咧因為美伊戰爭咧就石油價格上升，大家驚通脹重臨，聯儲局會加息，咁呢個咧就變咗利淡嘅消息嘅。咁但係最近美伊談判有初步成果啦嘛，其實都大局都已定㗎啦，美國都要接受要賠償，咁佢唔係話賠償嘅，但係啲錢可能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焗人哋出一啲啦，但係都係唔係為美國重建啊，話伊朗重建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到美國其實係作緊讓步嘅，即係除咗幫伊朗重建之外咧，佢亦都係要撤銷嗰個制裁，仲要解凍嗰啲資金，咁如果呢兩樣嘢做咗咧，應該霍爾木茲海峽開通嘅機會係會幾大下嘅。咁石油嘅價格咧已經從100美元一桶跌到落去而家70蚊到一桶，跌咗差唔多30%。咁所以如果油價繼續下滑去返打仗前嘅水平，咁通脹嘅壓力就會少啲。所以我話要睇跟住第四季，如果係減息嘅機會又再增加嘅話咧，樓價就會繼續向上咯。如果你話新嘅聯儲局主席都去加息嘅話咧，咁對市場就會潑冷水咯。咁但係潑冷水嘅結果都係交投少啲，升慢啲，但係就要佢調轉頭就冇咁快嘅，因為你係跌咗3年之後先至恢復上升。
而家升咗年齡咁距離高位仲有一段距離，對有啲人嚟講，而家樓價都比高峰期係抵買㗎嘛，所以就市只係究竟好得多又好得少嘅問題，我就認為未曾掉頭住嘅。我哋亦都請嚟咧中原投資及資產管理總監周子浩先生咧嚟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香港嘅學生宿舍情況嘅。兩位你哋好。咁咧政府咧其實都積極推廣呢個留學香港嘅品牌，吸引一啲非本地嘅學生嚟港升學啦。咁其實香港學生宿舍個數量咧，依家支唔支持到咧？亦都知道啦，中原最近咧都推出多個學生宿舍嘅項目，聽聞呢個反應都幾好嘅。咁想知道啦，咁唔同嘅一啲學生宿舍咧嘅定位咧，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好啊，先講講而家學生宿舍嗰個供應與需求啦。咁我先用兩個數字啦，先用而家有嘅數量同埋嘅增加嘅數量去講一講。其實而家學生宿舍咧都係由需求帶動嘅。咁我先講需求方先。咁嘅數據就係香港咧，而家全香港大概有20萬大專院校嘅學生。咁20萬人裏邊咧，其中11萬左右咧就係本地嘅學生，即係香港本地嘅學生。其餘9萬人咧就係非本地嘅學生。咁可能大家聽好多內地生啊，或者東南亞嘅學生嚟。好啦，咁宿舍嘅供應有幾多咧？而家大學自己供應嘅宿舍大概就係4萬零間。咁其實個差距咧係好大。咁條數咧，我哋可以點樣計咧？嗱，先講本地學生。嗱，本地學生咧，呢11萬人咧，佢唔係個個都有宿舍住嘅。咁一般大學咧都會以4年一宿嘅政策咧，就俾學生住，即係你4年嘅大學生活咧，就俾佢住1年嘅宿舍。咁即係話喺11萬個本土學生裏邊咧，其實都要有3萬幾個宿位嘅需求。咁另外嗰9萬個非本地生，咁佢哋離鄉別井嚟到香港讀書，就必須要有宿舍俾佢啦。咁即係話個需求咧，其實有11-12萬個需求，而個供應咧只有4萬幾。咁即係話個缺口咧係6萬幾7萬人。咁呢個就係而家嗰個狀況，即係其實係依然係一個供不應求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我哋喺我哋供應我哋嘅即係打造我哋學生宿舍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兼顧唔同學生嘅需要嘅。我哋有高端少少嘅項目，譬如話我哋喺香港大學附近啦，喺西半山嗰邊一個高端啲嘅項目，床位數目唔多，咁但係有海景啦，有唔同嘅設施啦，咁啊價錢咧可能會高啲，咁啊做精裝修啲嘅。咁亦都咧，我哋有大眾市場嘅一啲項目，譬如我哋最近喺啟德收購咗個酒店啦，咁啊亦都改裝做學生宿舍啦。咁嗰個就以3人房、4人房為主嘅。咁個價錢咧，我哋定到咧係符合大部分人嘅預算，亦都呢個項目嘅位置咧，亦都係符合大部分大學嘅通勤嘅距離。咁所以我哋喺個定位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有唔同嘅產品線啦，符合唔同學生嘅需要咯。咁想問下啦，一般咧其實係家長啊，定係學生主動去聯絡你哋去查詢嗰個學生宿舍多嘅咧？同埋家長咧同學生佢哋喺揀呢個學生宿舍嗰個時候嗰個着眼點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呢個問題都幾有趣嘅。咁咧就先睇咧嗰個學生係男仔定係女仔。咁我哋發現咧，如果係女仔學生嘅話咧，一般就較成熟啲嘅。好多時佢哋就會自己同埋幾個閨蜜啊，就嚟現場度睇啦。可能自己會拍到版嘅。咁更好嘅情況係咧，有時帶埋爸爸嚟，帶埋爸爸嚟咧，就個荷包就再厚啲。我哋好多咧比較高價錢啲，但最優質嘅房，譬如單人房望到海景嘅，好多時就爸爸加女呢個組合嘅。咁咧就呢個係女生嘅情況。咁如果男仔嘅情況咧，就一般男仔咧就冇咁着緊嘅，對個時間性冇咁敏感。咁好多時咧都遲少少嚟，反而係阿媽着緊多啲。咁所以咧喺嗰刻咧就反而係阿媽咧就我哋銷售個對象啦。媽媽會着緊啲啊，你仔開學咯，有冇宿舍住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睇男仔女仔啦。咁你着眼點咧，其實家長咧無非都係睇安全為主嘅。咁始終啲仔女嚟第一次可能離開佢哋身邊，去一個
即係遠嘅地方讀書啦，去居住啦，去生活啦。咁所以對於安全嘅要求都好高嘅。譬如話我哋嘅項目咁都有24小時嘅安保啦，我哋會有人臉識別嘅系統啦，咁同埋全棟都係學生啦。咁其實呢啲安全咧係家長比較最着緊嘅。咁至於學生方面咧，反而佢哋會睇同學校嘅距離啦，每日要即係通勤嘅時間啦，同埋項目嘅設施。有冇我哋想要嘅一啲溫習室啊、廚房啊、或者洗衣房啊咁樣，咁亦都會着重，譬如有冇一個社區嘅生活嘅，因為我哋其實都幾着重就係我哋租緊嘅唔係一個床位啦，係一個社區嘅生活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搞唔同嘅活動啊，俾啲學生去參與咯。咁學生佢哋一般接受到嗰個租金範圍大概係幾多咧？同埋即係同一啲可能有啲學生可能會選擇自己出去租私樓住咁樣啦。咁其實一啲私樓同埋我哋專門俾學生嘅一啲學生宿舍，佢哋對佢哋嚟講嗰個實際分別會喺邊度嘅？咁先講接受租金嘅範圍咧，其實係好闊嘅。因為其實而家嚟香港讀書嘅外非本地生啦，或者內地生啦，其實佢哋嘅家庭嘅條件咧都有唔同嘅。咁但係其實大學係以成績去取錄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哋嘅經濟負擔能力都不一嘅。咁我哋最平嘅床位由6000幾蚊起，到租到2萬幾蚊一個床位都有選擇嘅。咁所以嗰個即係整個價錢嘅負擔量就好闊嘅。好，咁又想問下施生啦。咁施生啊，學生宿舍咧，其實佢作為一個新興嘅一個資產類別啦，同一啲傳統住宅又或者即係寫字樓去相比，嗰個吸引力係邊度咧？同埋學生宿舍嗰個回報率大概會有幾多咧？就學生宿舍咧，就對投資者吸引力係幾大嘅，因為咧就以租客嚟講咧。學生咧係相對穩定嘅，因為家長尤其中國人供仔女讀書咧就放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度度可以慳，就唔慳啲仔女嘅教育經費嘅，咁同埋咧就佢一租就租一個學年啦，或者甚至成個大學過程，咁佢俾租就半年一年咁樣俾法咧，就收入就相對穩定嘅。以前我哋喺第二啲地方都做過學生宿舍，中途退學啊唔租嘅比例咧就好低嘅，咁所以好多一啲退休基金啊、保險嗰啲基金啊，都係好中意擁有學生宿舍作為一個穩定嘅回報嘅，所以就願意投嘅人比較多，即係流入嚟嘅資金比較多，流入嚟嘅資金比較多咧，就亦都令到個價格相對穩定嘅。你投咗之後，你要脫手啊，亦都容易啲。咁加上有政府嘅政策做背書啦，我接觸一啲投資者，同樣佢考慮做簡樸房好咧，抑或做學生宿舍好咧，咁可能簡樸房回報仲高啲喎，有時。咁但係佢都選擇做學生宿舍，原因點解咧？簡樸房咧就唔係政府一個好長遠嘅政策。政府如果公屋啊、資助房屋起得多咧，佢會唔會改政策話以後收緊啲咧都唔出奇。但係學生宿舍咧，我相信嘅政策相對穩定，會持續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買樓收租學生宿舍應該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如果唔好，就唔會咁多酒店轉學生宿舍啦，或者有啲住宅單位都變學生宿舍啦，因為佢需求大，帶嚟同時咧就係租金可以維持高啲啦。同樣係住宅樓出租，一般可能租30-40蚊尺，學生宿舍60-70蚊尺，閒閒地嗰啲近100蚊尺都有。如果普通住宅要豪宅先租到喎，咁
所以學生宿舍咧係幾吸引人嘅。咁但係私人投資者如果想進入呢個學生宿舍嘅市場，容唔容易咧？你有好多好介紹啊！哦，係嘅，我想先頭先補充翻咧私人住宅啦，同埋學生宿舍嗰啲根本嘅分別啦。咁其實好多時，如果喺私人住宅咧，第一你確保唔到你附近係啲咩租客，其實家長會緊張㗎。譬如話一啲舊樓啊、唐樓啊，咁你樓上樓下租咩租客，你好難控制。咁你學生宿舍，如果我哋講緊係專業經營或者我哋叫機構級嘅學生公寓咧，咁我哋全棟都係學生啦，咁所以呢個係個安全性係唔同。咁另外咧，亦都其實好多同學都反映，譬如佢可能嚟讀一年碩士嘅，咁佢如果住宅咧好多時未必包家私啦，咁咪要自己買家私家具啊。其實除咗係錢嘅問題之外，亦都係時間啦。咁甚至乎就係話一啲生活瑣碎，譬如我申請水電煤等等咧，其實都麻煩嘅，對一個學生離鄉別井嚟到香港。咁但係我哋譬如學生宿舍嘅話咧，咁其實已經係包水電啦、上網啦、WiFi 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全包咗喺入邊嘅。咁所以對個學生嚟講，亦都係比較即係散時啲啦。咁亦都最緊要就係嗰個社區咯，因為其實我哋傳統都係學生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佢哋平時喺個即係啲公共地方嘅時候，因為我哋有啲公區噶嘛，咁佢都可以同唔同學生有啲交流啊，其實都識到好多朋友啊咁樣，咁亦都係即係俾到唔同嘅嘢啦咁樣。咁講翻話嗰個即係私人投資嗰個進入呢個市場咧，嗱其實而家咧進入呢個市場咧，本身係唔容易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市場上你要進入呢個市場咧，我哋認為好嘅項目咧，最好係一整棟。譬如你係全棟嘅住宅啦、全棟嘅酒店啦，甚至乎近年可能大家諗緊嘅全棟寫字樓去改裝啦，咁嘅投資咧，起碼都要即係講幾億港元或以上嘅咁樣。咁當然啦，亦都有啲機構嘅投資者已經進入咗個市場啦，不論係港資啦、中資啦、外資啦，都進入咗個市場。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啲私人投資者，佢想即係小試牛刀，可能佢本身係好有資產嘅，咁但係佢唔想一下子投入幾個億去買一棟嘅話咧，咁其實都會有啲類似基金嘅產品啦，咁可以去去參與呢個市場啦。咁就交俾啲專業嘅團隊啦，去投資、去經營、去管理。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咧，做學生公寓呢個投資咧，投資當然係要講時機啦。咁但係其實後續嗰個經營啦、裝修改造啦、品牌啦，其實都對於嗰個項目最終嘅成敗咧，都起咗好關鍵因素。咁所以如果係有啲譬如專業嘅管理人去管理嘅，去幫你由買入到改裝到出售都全程去負責嘅話咧，咁投資嗰個勝算就更加大啲。好，唔該晒兩位。咁咧，多謝兩位嘅分享，令到大家咧都對學生宿舍呢個新興嘅一個資產項目咧有更多嘅認識。咁我哋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